人心灵忧愁。主啊，你是最大的医生，是阮受难中随时的帮衬。求你圣灵亲自安慰因，互因伫等待的过程当中，袂失去对你的倚靠。也求你医治的手摸因，互因面也亲像摩西共款，实施伫艰难中会当反映出对你来的平静甲阳光。最后，也求主帮助阮，伫今仔日的礼拜当中，求你开通阮的耳孔，互阮听见你的话语，也开通阮的心，互阮实践你的真理。互阮今仔日的敬拜，真做你欢喜的节。无论是听到吟诗、祈祷，拢会当专心仰望你，领受你的话语，互你的真理，真做阮生命的力量。也求你带领阮伫新的一礼拜当中，活出见证来荣耀你的圣名。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下面圣歌队赞美，因今仔日要唱的诗是《请来咱着主唱歌》。下面咱三个来看上帝的话，今仔要看的经节记载的旧约出埃及记34章29节到35节。旧约出埃及记34章29节到35节，二号本112页，白话汉语本98页，现代中文译本113页。现在我用台语汉语本来读。摩西落西奈山的时，伊的手摕两块玉璧。伊落山的时，伊的面因为耶和华甲伊讲出来，伊讲话就写作光，摩西家己毋知。阿伦甲以色列众人看起摩西的时，看伊的面写作光，因就惊毋敢挖近伊。摩西叫因来，阿伦甲会中遮的头人就拢倒转到伊遐，摩西就甲因讲话。然后以色列众人拢进前来，伊就将耶和华伫西奈山甲伊所讲的一切的话，拢吩咐因。摩西甲因讲话明白就用被大面，总是摩西入去耶和华面前甲伊讲话，被就掀起来，到伊出来。伊出来时，就将耶和华所吩咐甲以色列人讲。
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摩西的面射出光，摩西佫用被搭面，天后甲伊入去，甲耶和华讲话的被就掀起来。以上下面讲到今日牧师要讲的题目：长头对面。咱请。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4月第最后一个主日，所以会当讲咱阁经过1个月，所以伫过去1个月中间，我想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面对着侪的代志，可能有好事，也是可能有时阵你经验的是你感觉是歹事，也是有时阵你会拄着欢喜的代志，但是难免会有你感觉无欢喜的代志，但是无论如何，上帝一步一步去带领，也愿咱拢会当伫每一日经过了后，咱拢会当心中有感恩，来感谢上帝。咱做伙祈祷，听阮的主，阮感谢你，你互阮会当大家伫主日的早起组织做伙来遮敬拜你。阮敬拜你，因为阮心中充满对你的感谢，因为你每一日、每一时刻去带领阮。主啊，阮也亲近你，爱要听记你的话，阮也伫大大阮做伙念着你的话，就是记载伫圣经的话。但是阮伫以下有圣经的分享，就是将你的话来解说。也恳求上帝你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你继续来对阮讲话。也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你的圣神保守阮，互阮无论讲的也是听的，拢会当白白得到利益，得到造就。愿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互主你亲自来引带。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今仔日所读出埃及记34章，是记载着上帝甲准备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百姓忠心的立约。咱知影进前，虽然讲上帝甲以色列百姓立约，上帝讲恁诚做我的百姓，我诚做恁的上帝。但是以色列百姓信心不足，所以咧，一感觉烦恼，一感觉感受到好亲像危险要来，因就走去拜金牛。就是因为安尼，上帝大受气。但是上帝心存怜悯，佫一遍愿意重新甲以色列百姓重新立约。但是伫出埃及记34章，尤其伫29节到35节，伫描写摩西甲上帝佫一遍面对面的描写的中间，29节真特别，就是提起着摩西甲上帝面对面了后，上帝甲摩西面对面讲话了后，摩西的面皮竟然发光，发出上帝的荣光。我想这节的经节，互咱重新来思考，人甲上帝当头对面。互咱看去一章，这个这个34章29节，然后这有写唔对34章29节。就是讲到描写着摩西落山，摩西手里摕两块笔，就是咱讲的法版，就是石碑顶面刻有上帝的十条诫。摕即两块笔落西奈山的时阵，摩西毋知影伊面皮发光，毋知影伊甲上帝讲话了后，伊面发光。
咱知影摩西甲上帝相拄了后，伊的面发光，即个光是对倒位来？即个光是对倒位来？伊面发光是因为上帝甲伊讲话，因为上帝甲伊相拄。会当讲，即个光就是上帝阳光会反射出来。所以常常咱会讲，真侪基督徒拢有同款的经验。你无表明你是基督徒的身份，但是咧，同事朋友甲你做伙久了后，伊会开始讲问你讲，你敢是基督徒？你敢是基督徒？这就是光，基督徒也是同款会当反射出上帝的阳光。其实，为什么咱讲摩西的面发光？这是上帝的阳光，毋是伊个人发光。因为摩西实际上甲你我拢同款，拢无完全，甚至伊做过的代志，咱在座兄弟姊妹无人做过。摩西一时的冲动，伊是安怎？咱一般的人冲动至少哦，上加就是甲人错一个安尼尔，上加咧甲人扒一个安尼尔。摩西冲动了后是安怎？伊杀死一个埃及人，咱在座绝对无人比伊搁较有即款的前科，杀死人，一时的冲动杀死人。我想咱中间无一个亲像摩西，遮尔安怎犯遮大的罪，杀死人。然后咧，出埃及记4章10节，讲到啥物？上帝呼召摩西。当然，摩西伊自认讲伊的能力不足，但是摩西安怎甲耶和华上帝回答？伊讲：主啊，我平素毋是敖讲话的人，就算是你对仆人我讲话了后，也是安尼。伊讲我本身是袂晓讲话的。这反映出啥物？反映出啥物？我都讲过啊。中学的时阵，咱毋知敢有即种同学，考试考歹就考歹嘛。哦，咱在座嘛，无拄每一个拢是功课好的。哦，牧师中学的时阵嘛，也真爱算啊。考歹大家就点点，但是有同学就安怎？考歹伫遐埋怨，伫遐大声讲，老师袂晓教啦，老师袂晓出题目啊。考袂出实力，老师袂晓教啦，所以我考歹。4章10节就反映出摩西起初就是即款的个性，袂晓讲话就袂晓讲话，伊为虾米乱讲？就算你甲我讲话了后，我也是安尼啦。这其实反映出就是我讲的，囡仔人考试考歹怪老师，同款的道理。考试考歹怪老师袂晓出题目，甚至咧，哇！这讲到这，我望讲咱大家是得到真大的信心啦。摩西起初就是安尼，后来摩西真做啥物？圣经内底真重要的一个信仰的模范。咱知影，摩西拄着困难的时阵。其实，伊一开始也是会对上帝埋怨啊，伊的埋怨嘛，无比咱搁较少。咱知影，上帝呼召摩西对伫旷野转去埃及，来带埃及人出埃及。但是咧，摩西去甲埃及的法老要求的时阵，法老是安怎？即个增加对伫遮的摩西的同胞、遮的希伯来人的苦毒，所以摩西一开始真埋怨，伊埋怨
上帝讲：主啊，你为什么苦毒你的百姓？为什么欺骗我去？为什么苦毒我的百姓？哇！这摩西吼，真正一开始的时阵，我毋知影咱敢有捌安尼，但是我想真少，真少。怪上帝讲是你的苦毒你的百姓啦，你派我讲吼要去救我的同胞，结果你害伊搁较凄惨落魄，是你为什么苦毒百姓？摩西一开始也是安尼，摩西也是共款，伊会因为无闲，所无办法按打好所有的百姓。所以咧，伊表现出伊迄带领以色列百姓的过程中间，伊表现出伊咱讲疲于奔命，所以伊的丈人嘛看袂过，甚至伊的丈人来找摩西，一看就知影安尼袂使进。所以耶稣毋是摩西的丈人叶忒罗。感觉真无好，所以叶忒罗甲摩西讲：你安尼做无好，你甲你的百姓拢真忝，因为即个事伤过重，你一个人办理袂了。所以摩西安怎对伫12支派安怎来指定即个长老？即节经节有时阵，即个选中即个时阵，也会用即节来讲啥物团队的重要。但是摩西一开始，伊也袂晓领导百姓，直到伊家己凄惨落魄，忝啊要害，然后咧百姓也伫遐真忝，大家对伊忝，所谓的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像台北市即摆鸟鼠哪遐济啦，我嘛感觉奇怪。以前毋是拢会里长拢会分迄鸟鼠药啊，10几担无分啊啦，不能发哦，原来如此啊！所以咱规工咱七三七巷，咱敢知影？鸟鼠日时拢有鸟鼠。我有一个朋友，佮甲我讲伊去三七巷日时去买菜，鸟鼠走出来。大家伫遐叽叽叫，结果迄个卖菜安怎做？骹踏落，嘣！结果咧，大家看诶，煞中昼顿食袂落啦。所以我嘛毋知咧，牧师带过真侪都市啦，甲甚至讲即个下港庄骹真正嘛毋知影哪会咱台北市鸟鼠遐尼济，佫真大只。我伫遐买臭豆腐，边仔鸟鼠走来走去啦。我想讲。当然即马拢练习拢习惯啦，所以安怎照食像鸟鼠还鸟鼠啦煮过拢烧啊，拢消毒啊啦，用安尼来想啦。但是咱知影实际上这挡袂牢，真正挡袂牢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好，讲转来，摩西就算伊做领导者了后，一开始。伊也无完全诶，伊看到伊带领诶百姓伫遐走摇错、走偏差，伊一生气是安怎？去圣地，甲原本刻有上帝诫命诶即个石碑，咱讲法版，改塞互喙。袂输讲牧师若受气甲教会诶礼拜堂即个讲台甲伊踢互倒，伫礼拜堂内底甲伊起圣地，安尼你会感觉安怎？即个牧师来看病啊啦。共款，摩西一开始也是即款的领导者，起圣地，甲上帝手术，交代伊来公布的即个10条诫的石碑，甲伊讲互破，甲伊写互破。摩西原来甚至比你我圣地搁较歹，甚至伊用即摆的标准来看，一开始是一个无好的领导者，
咱讲 EQ 真低，咱讲啥物袂晓控制情绪。但是咧，重点，上帝敢有因为摩西的无完全，就放弃伊？摩西虽然讲一开始就算领受着上帝的呼召，但是伊其实也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上帝犹原无弃杀摩西，上帝犹原甲摩西面对面讲话。咱正前有讲过，出埃及记33章讲，上帝甲摩西讲话，好亲像人对朋友讲话一样。你我拢无完全，就算摩西，上帝拢愿意甲伊讲话，亲像人对朋友讲话一样。其实上帝甲咱也同款啊。落去兄弟，摩西会当甲上帝面对面，毋是因为摩西家己真完美100分，毋是。上帝互摩西会当甲上帝本身面对面，上帝要甲摩西来讲话，是因为上帝对伫摩西的呼召，也因为摩西伫上帝旨意的中间，伊所负担的角色。所以咱活着，咱做任何的事，咱爱荣光上帝，毋是荣光咱家己。因为上帝看的毋是咱个人，上帝对伫你我拢有伊的旨意。上帝看重的是咱安怎回应上帝的旨意，上帝看重的是咱安怎活出咱每一个人伫上帝旨意中间的角色。所以荣光上帝，独独荣光上帝，毋是荣光家己。咱知影音乐课本拢教咱，音乐之父是巴哈。咱毋知敢有读过即款的音乐小常识。巴哈伊作曲的手稿，最后拢有3个字，叫做 SDG， 这是列丁文，Soli Deo Gloria， 翻译就是荣光独独归伫上帝，荣光独独归伫上帝。咱知影巴哈的音乐真复杂，咱知影巴哈的音乐真水，咱也知影。所有要学音乐的人，拢爱对伫巴哈的音乐爱有接触，变做是上基本的、上重要、上中心的。但是巴哈伊每一个作曲的最后，拢写独独荣光独独归伫上帝。这也互伊的音乐，虽然讲经过遮尔侪冬，犹原是咱尊敬。咱讲伊是音乐之父，荣光独独归伫上帝。出埃及记34章28节，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的前一节，这真重要。28节讲到摩西甲耶和华伫遐40日40暝，无食饼无啉水。伊将即个约的话，就是10条诫，写伫两块碑。40日40暝，迄真重要。咱讲40昼夜，伫山顶40昼夜，
这代表什么？代表一段真长的时间，真长的时间。咱若在座有捌去山顶露营的，你就知影，露营第一暗真深色，第二暗感觉开始会感觉真痛苦，第三暝你会感觉挡袂牢啊，第四暝、第五暝会当讲真正拢是苦毒。你若无你若去露营拢是安尼，差不多要转来了后，你会感觉讲遮忝。以后莫阁去啊！当然露营有伊的快乐，伊的深色的所在但是咧，要伫山顶40日40暝伫遐扎营是无简单的事，真正无简单的事。我想咱在座应该有少年的时阵真爱露营的人露营过拢有即种感觉伫山顶4暝好亲像是。真棒啊啦！40暝迄是真辛苦的摩西，但是摩西甲上帝伫遐面对面是40日40暝，这表示开真长的时间，有真长的时间甲上帝面对面。但是对咱基督徒来讲，咱毋免走去山顶，实际上。圣经甲咱讲，上帝无所不在，但是咱敢有开时间甲上帝面对面？咱到底开偌济时间甲上帝面对面？伫21世纪，咱基督徒啥物叫做开时间甲上帝亲近，甲上帝面对面，付出时间，祈祷来到上帝的面前，付出时间，咱固定参与。礼拜来调祭上帝，当然上帝无所不在，但是有一天24点钟，一礼拜7天的中间，有偌济时间，咱会当亲像做礼拜同款，代志拢放掉，甲主内兄弟姊妹做伙坐伫遮，做伙做一项事，这项事就是敬拜上帝。然后，咱也爱付出时间读圣经，伫上帝话的中间，咱甲上帝面对面，甲上帝来亲近。祈祷、礼拜、敬拜、读经，这拢是咱讲的属灵的操练。属灵的操练，其实，这个旧约学者 Walter Brueggemann 都有讲过。这句话是真重要。咱伫属灵的操练中间，咱是甲上帝相拄。咱对伫上帝的临在、上帝的关联，甲上帝互咱无限的可能性，咱拍开咱的心门，这叫做属灵操练所得到。的果，的成果就是安尼，就是咱透过属灵操练甲上帝相拄，然后咱对上帝拍开咱的心门，咱接纳、感受、经验到上帝的临在，咱。拍开心门，领受上帝的关联，咱也拍开咱的心门，咱接受上帝予咱无限的可能性。咱无过是用人来思考，用人的标准来思考，讲无愿望，无愿望。上帝会指点咱愿望伫倒位。甲上帝面对面的经验，也为咱带来改变。伫圣经内底有真侪人甲上帝相拄，得到改变的例，亲像耶稣出世迄暝，
天使本来向伫旷野过羊的人显现，甲因讲即个好消息：万王的王出世啊！上帝所抹油的弥赛亚出世啊！但是咧，天使向过羊的人显现，讲即个好消息。结果，遮个过羊的人是怎样？因看到、听到，但是去惊吓，因充满惊吓，因毋知影为虾米会安尼，因甚至会惊吓，讲这敢是真的？所以咧，因就走去伯利恒，去遐要看卖的，到底天使所讲的是怎样？所以，这个过羊的人伫伯利恒的即个马槽内，看到圣囝耶稣，就是上帝道成肉体的圣囝耶稣。即个甲上帝三拄的经验，互这个原本伫旷野见到天使显现伫遐惊吓的过羊的人，因的态度180度来转变。因变成充满勇气，变成充满热情，因就去人的中间四过宣扬主耶稣出世的好消息。对原本的惊吓，见到耶稣以后，转变充满勇气甲热情，去四围宣扬主耶稣出世的好消息，这就是甲上帝三拄的转变。甲上帝三拄的转变，另外一个咧，就是福音书中间有记载。伫马太17章、马可第9章、路加第9章拢有记载，耶稣去山顶改变形象、发光，然后对耶稣去山顶的、去山里的，也有3个门徒：彼得、雅各甲约翰。因看到基督荣光了后，无错，因一开始也是同款惊吓，但是当因知影，因看到的荣光就是圣囝主耶稣基督的荣光的时阵，因有这个经验带予因真大的改变，就是因得到信仰的动力。后来甚至这3个门徒拍拼传福音，到底为着福音来殉道，来牺牲性命。人甲上帝三拄，其实这毋是特权。人甲上帝三拄的经验，是互咱基督徒会当搁较委身伫上帝的旨意，搁会当完完全全来服从伫上帝的旨意。就亲像摩西原本是一个充满不足、会当甚至讲充满缺点的一个普通人。虽然讲伊生长伫埃及的王宫内底，但是伊本来的个性其实甲你我同款，拢是充满缺点、充满不足。但是上帝看重的，毋是咱原本怎样，伊看重的是咱怎样用咱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咱怎样活出咱伫上帝计划中间的角色。所以，甲上帝三拄，互咱看清楚咱伫上帝旨意中间咱的角色，
看清楚上帝对咱的呼召是啥物。因为即款三拄的经验，也互咱会当真正活出委身甲完全服从伫上帝的旨意中间。甲上帝三拄的经验，实际上咱也看到摩西的转变。出埃及记到后来讲，摩西是无快快受气的，讲伊是一个脾气好的人，足奇怪。伊一开始一受气，是甲迄个埃及人杀死。伊一开始看到百姓去拜金牛，伊是受气，甲上帝交代互伊的即个10条戒的石碑，该安怎摔互破？我讲哦，这若发生伫今仔日的教会吼，即个牧师吼，不只是卖做牧师啊，甚至佫会哦，会有要求讲要看去送去病院，迄真正一受气都甲物件摔破、讲破、破坏掉。但是摩西甲上帝一遍一遍面对面三拄。上帝一遍搁一遍，亲像人甲朋友同款，安尼对伊讲话。上帝互摩西了解伊的角色，了解伊的呼召，了解伊的行动，其实爱伫上帝的旨意来看的时阵，摩西的转变。互咱知影，甲上帝三拄的经验，就是咱咧听搁较顺传。所以，咱基督徒若真正甲上帝三拄，若真正有听到上帝的话，其实咱是爱渐渐有搁较侪的包容。有时阵真正话对这入去，就爱安尼出去，爱练习。受气暂时，情绪大家拢有，但是咧，情绪的反应是咱会当控制的。这毋知影咱在座安尼兄弟，这几十档的社会经验，敢有安尼即款的感觉？情绪有时阵，咱的性就是安尼，但是咱的情绪要安怎来表现？这是真正。这就是生活经验，对咱基督徒来讲，这就是信仰经验，互咱慢慢磨，听会当有搁较侪的包容，听的宣传也互咱态度搁较真实。咱真实，用这个情绪来讲，咱真正会有情绪，但是咧。咱的表现代表的是啥物？你互我受气，我就甲你大声吵；你互我不满，我就甲你扒落去。这代表的是你无尊重对方，你无尊重对方，毋是情绪，因为情绪的表现是咱伫生活经验中间，是咱信仰经验的中间，会当慢慢表现。常常年纪大的人拢会教咱讲，听到话，想一下，莫马上来回应。就算别人讲你臭耳人，你无听到，你耳孔重啦，不要紧。为什么？有时阵咱无思考，咱就反应出来，结果咱事后拢伫遐后悔，无来不及，就是来不及啊啦，袂有啊啦。听的宣传，互咱有搁较侪的包容，互咱的态度会当转变，咱变啊搁较真诚，就是表现你的诚实的中间，咱学习尊重人，然后甲上帝三拄的经验，互咱有搁较侪服务人的行动。这代表咱无过是自我做中心，就亲像圣经甲咱讲，
无过是顾家己的事，无过是干那顾家己的事，咱有搁较侪服务别人的行动，这就在伫咱基督徒为虾米爱有对社会的关怀。咱莫跳上远，讲到社会关怀，就是插政治虾米，毋是，这是关心众人的事。所以有时阵，咱基督徒也要加减加补一下啦，但是咱嘛要保护家己的安全，因为即马迄个1999资料会外泄啦，但是咱尽量啦，咱尽量关心着咱附近发生的代志，为着众人的好。过来，甲上帝相拄的经验，互咱决定代志，无过是掠家己的利益做根据。咱开始的思考，就是一项事敢有正确。咱做即项代志，是因为即项代志是正确，毋是咱伫遐大声思考，做即项代志我得到偌济，损失偌济，所以我要做，我无爱做。这就是甲上帝相拄所会当得到的改变。所以拄仔讲到，摩西就是西奈山甲上帝相拄，用咱即马来讲，就亲像灵修的操练。但是摩西灵修操练了后是安怎？毋是讲我好就好，伊是落山了后，继续面对以色列百姓，继续负担起上帝交代伊的责任。咱讲山头与街头，咱袂当讲灵修，就关伫房间，家己好就好。哈利路亚，大家真欢喜，然后开门出来，到伫社会拢无改变。别人的事莫管，管遐济创啥？但是咱嘛毋当讲关心，行动，结果咧，若教会活动变甲迄个大甲妈遐个活动共款，大家留咧就好。安尼嘛怪怪咧，安尼嘛真怪，真奇怪。所以甲上帝相拄的经验，其实是帮助咱学习摩西共款。咱基督徒的性命爱得到平衡。咱讲较极端，山头主义甲街头主义。山头主义伫台湾教会来讲，就是伊有一站安尼，大家拢死行走去基督山。礼拜做礼拜了，即个拜一开始，倒一工就家少少去基督山，去遐一工，就想讲大家真但是咧，对伫社会、对伫众人的事，就开始无去关心啊。我好就好，咱好就好，这叫做这伫台湾教会来讲，这是山头主义啦。祈祷就好啦，灵修就好啦，代志莫管，别人的代志莫管。另外一款极端是街头主义，哇，有啥物代志，然后来教会带的去行街头，上好个翕相拢翕会到，新闻拢爱放出来，哇，大家就讲教会真安怎，结果咧，无迄个信仰的内涵，大家伫遐画口号，你嘛对画，然后无反省讲我做即项事，伫上帝的旨意中间是有啥物款的角色？我安尼画口号，即个口号本身，甲咱基督信仰关系伫倒位？顶礼拜是咱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总会有一项议案，就是好加在搁置，就是讲即个中国港澳的新移民，若入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爱10冬才会当选中日。啊，这莫名其妙对无？因为咱爱思考，无错，吼，即个政治顶面，咱有真大的一个吼，即个渗透的威胁。啊，但是敢是安尼反应？咱家己教会无稳的时阵，啊，你讲别人迄渗透，别人要来抢夺咱的教会财产，怪怪的。啊，咱家己无稳，家己无强啊！啊，甚至用即款白纸黑字煞变做安怎摆脱别人的理由，这毋对。咱爱重新思考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讲台湾的基督长老教会，咱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这其实拢有伊的重要的精神伫诶，这无爱去讲啊，定一个，想要定一个什么港澳中国新移民爱10冬入来教会，10冬才会当选中日，本末倒置。这就是关心政治，关心到后来煞袂记即了信仰的基础到底是啥物？你去街头，你去传的到底是啥物？所以有即款奇怪的一款提案，好佳在提案搁置，但搁置毋是无通过哦，是主席听大家的意见，发现讲即个两边的意见拢真多，所以咧搁置。但是这就是咱讲的，若无真正甲上帝相拄的经验，就容易走极端。一款是山头，就是领袖，大家感觉信用真好就好，然后社会事莫管，这叫山头主义。街头主义就是关心社会，关心到后来煞袂记即条，咱是基督徒，咱的信仰是安怎讲？咱正做一间教会，咱要安怎来行？这两个拢爱得到平衡，较会使。咱讲基督徒的性命，才会当得到平衡，就是真正甲上帝相拄的经验。所以摩西上西奈山，用40日40年，甲上帝面对面对话，就亲像咱爱付出时间甲行动，伫灵命操练的中间，咱甲上帝亲近，搁较亲近。咱的灵命得到更新，咱也亲像摩西，总是拢爱落山面对以色列百姓。咱也同款，咱爱用咱更新的性命，咱爱付出行动，为着众人的利益，为着咱所徛起的所在，咱这片土地的好，所以咧。咱关心咱四周有的事，咱也为着咱的土地、咱的同胞来付出行动。所以，愿咱拢会当运用着咱教会每一遍的聚会，每一款的聚会，咱伫灵命操练的中间。咱甲上帝会当真正相拄，咱也因为甲上帝相拄的经验，互咱有迄个行动力，有迄个信仰的基础，咱来关心咱四周有的人，关心咱所徛起的所在，关心着发生伫咱四周围的代志。咱做伙按头来祈祷，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愿满心感谢你，感谢你，互阮学习着摩西一遍一遍甲主你相拄，你也无看轻伊个性顶面的软弱，你反倒转。
因为你对摩西的呼召，你看重伊伫你旨意中间的角色。阮也知影，上帝你也呼召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每一个人伫主你的旨意中间，你也交代互阮所爱挖出来的角色。所以，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把握机会，伫每一遍有机会通亲近你，阮就把握，阮用行动来亲近你，也愿主你互阮会当持续伫你圣神的充满下面，阮的灵命得到改变，阮的灵命哪加添哪进步，互阮得到快乐，得到智慧，得到信心甲勇气，来关心阮四周围的人，关心阮所徛起的所在，关心阮的同胞的事，关心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代志。主啊，阮需要你时刻指点阮，你也亲心来带领阮，帮助阮。阮恳求主你时刻看顾，阮来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下面咱三甲来吟回应的圣诗，圣诗611首，圣诗611首。对主的人有幸福，对主的人有幸福，那真忧伤，真快乐。逐时刻学罗吟诗，满心平安，真得意，会得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底就跳大欢喜。钦调主毋通放离，就得快乐，永远通得主快乐。咱三个起立来吟。听了中当帮你，有的爱。
者，下面咱要来奉献，咱请余阳执事甲秋妹执事来书写。下面我来报告，咱先开始报告事项。第一项，今仔日主日礼拜了后，咱要举行4月份的庆生会，要来用共享爱餐吼。咱兄弟姊妹礼拜煞了后，咱来出席这个月寿星有寿庆节甲属灵节吼。第二，5月份教会插会班，要伫5月7到上午10点，伫礼拜堂上课。咱请有报名的姊妹来准时出席。第三，咱兄弟姊妹出席每礼拜5下午7点半每周神安宫的读经。第四，需要教会牧师探访，也是要举行家庭礼拜兄弟姊妹，咱甲牧师讲，也是甲教会中心讲，安尼来安排。第五，后礼拜讲道的资料，咱家己来看。过来，咱来看倒手边的部分。主日上午礼拜10点，圣国的练唱是主日上午8点45。每周神安讲是读经，拜5 7点半。每一个月插会班是上午10点。过来，咱来看圣港事奉的部分。今仔招待是邦师兄甲春节，插会是张老师，清扫是小波姐。下礼拜讲道叶牧师，司会是余阳执事，司琴是牧师娘，领唱是余信兄，司献是秋妹执事甲我本人。招待是刷琴姐甲平荣兄，插会牛长乐，清扫是玉兰姐。过来，咱看顶周奉献统计的部分，奉献的部分，有出入的人，有出入的，请敢若我，也是甲秋妹执事来更正。过来，咱来看正式篇下底部分，本周的金句，我用台语、汉语本来读一届，大家来读2届，华语读一届。人伊捌指示恁啥物是好，耶和华爱恁啥物？独独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三角行。来，请。三角行。独独行公义。你为何行善？他向你说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上帝同行，
弥迦书6章8节，咱这个吼，咱甲四周的人来请安问好。对。咱来念每样的圣诗，来领受上帝的祝福甲切恳。圣诗395首，圣诗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受你引带，甲你相行，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保会，担得洗清。咱三角起立来吟，唱煞了后，咱请牧师祝祷。咱就爱伫平常时，爱把握咱所有的时间机会来甲上帝亲近，爱用时间来甲上帝祈祷，用时间参与伫敬拜上帝，也爱伫咱的生活中间找着时间爱读上帝的话。互咱会当亲像摩西，甲上帝讲话，甲伊相拄，咱会当反射出上帝的阳光。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永远变照恁，也用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住恁平安。阿门。